伫咧山区若撞到这风台或者是地动，上界惊就是崩山咯。这新德关尖石国小的学生有设计出机器人，会当协助救灾人员清理土石啊，也学生设计自动过滤系统，要改善厝内面的空气品质。伫今年台湾青少年教育机器人比赛当中，因也摕到冠军。因为看到家己所住的尖石乡，只要撞到风台，就定发生水崩山状况。学生透过设计出来的机器人，除了会当侦测到地动，虽讲发生崩山的时，可以当来帮土石自动分类，减少救灾人员的负担。它主要发想来源是因为我们居住在山区，一暴雨或是地震很容易引起土石流，所以我们以预防灾还有灾后重建两部分，使机器人保护我们的地球。另外，各学生透过一般原住民客家半开放式的概念，利用水参空气来净化室内空气污染的过滤系统，除了会当降低厝内温度，可以使来改善空气品质。水可以吸附空气中的 PM2.5的那些脏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就想到，其实我们可以把水做雾化，因为雾化的过程它可以变凉，也可以把空气里的脏里面的悬浮粒子吸附下来。所以小朋友透过这样一个程式的打底以后，对于那个逻辑性更强。那我们再把我们平时小朋友学的文化课程的内容进行一个产出，所以才可以将程式跟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结合。这两项作品唔但摕到今年台湾青少年教育机器人比赛冠军，佮准备明年代替台湾去国外参加比赛，希望争取好成绩，让世界看到台湾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